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3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8篇第1节到42节，民数记14章第10节到24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分条火条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旷野路程有40年久，因要去倒位，因可能完全毋知影，只有知影这是上帝赏赐予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允之地。甚至有一段时间，因连家己的领袖伫倒位也毋知，因为摩西上山40天，完全都无音信。伫未知的将来，甚至是这个黑暗无光的旷野的旅行，上帝予因日时有分条，暗时有火条，带领甲保守。分条甲火条代表着上帝本身、上帝的同在以及上帝的保守甲看顾。民数记14章第10节到24节。上帝的阳光伫会幕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显现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这个子民藐视我，要到第时，我伫因中间行遐济神夜，因到底要到第时信我？我要用瘟疫来拍因，互因袂当承接这个家业。毋过我要互你成做大国。”比因更较强盛。摩西对上主讲：“你若安尼做，埃及人一定会知，因为你捌用你的权能带这的人民对埃及出来。”埃及人对这个所在的子民讲这个事，这所在的子民嘛已经知。上主你甲这的人民同在，你用魂伫因的顶面。伫迄中间，你对因显现，互因亲目看见。你是用分条，咪是用火条引带因。你一个下手抬死者的人民，遐会听到你的名声，就各个讲。因为上主袂当将这个人民带入去伊对因立誓要应允的地，就伫旷野甲因消灭。但我求我的主，你所应允的，显出你的大权能。你捌讲上主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甲过失，一定袂有甲有罪的判做无罪，要追究人的罪，对爸到囝到三世代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。赦免这个人民的罪孽，亲像你对带因出埃及到呾，常常赦免因同款。上主讲：“我要照你的话赦免因，毋过我指我的活命，甲我充满全地的阳光立誓。这个人虽然有看见我的阳光，佮看到我伫埃及甲旷野行过的神业，要试探我10遍，毋听谈我的命令，所以因一定袂当看到我对因的列祖立誓应允的地。所有藐视我的，拢袂当看到。毋过我的仆人加勒，我要带伊入去伊行过的所地。伊的后代嘛要得到迄个地做家业，因为伊有甲别个人无共款的心志，专心跟对我。分条火条，更加是上帝互其他族亦会当看见上帝的同在以及能力。但是以色列人却忽略着上帝的同在，因离开上帝，互上帝心入去，甚至想要甲因毁灭。摩西对以色列人求情的中间，就提到着上帝的分条、火条的保守，甲这个绝灭的结束
会受气袂合。上帝是有丰盛之爱的上帝，恳求上帝因为伊的慈爱来赏赐赦免的恩典。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也提到着以色列人的罪。虽然因经历过济的恩典，却是犹原选择背叛上帝。因要拄着无水通啉，上帝就对迄个磐石中间赏赐着泉水。保罗讲，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，是上帝赏赐予世间人的保守、看顾甲医治的恩典。所以人就应当爱警醒来跟对上帝，才袂会绊倒，才会通赢过一切的试炼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节到13节，兄弟姊妹，我爱恁会记得，咱的祖先甲拢跟对摩西，伫云的保护下面过红海，因伫云内，伫海里。受洗归伫摩西，因拢食同款的属灵的食物，拢啉同款属灵的泉水。这个泉水就是对因同行迄个属灵的石盘流出来。迄个石盘就是基督。毋过因中间大部分人无互上帝欢喜，拢受着毁灭，倒甲归荒野。这个代志，互咱做感慨，叫咱毋通亲像因贪恋歹代，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寡人去拜偶像。照圣经记载，这下子民坐落去，大食大啉，徛起来癫狂乱舞。咱毋通亲像因有一寡人淫乱，煞伫一日内死23000人。毋通亲像因伫中间有一寡人试探主，煞互蛇咬死；毋通亲像因中间一寡人讲妄言，煞互毁灭者走灭。因所拄着这个代志，通做别人的鉴戒，通记录落来，通警戒。咱这个活伫目屎的人，所以想讲家己徛伫着谨慎，才袂绊倒。恁所拄着的考验，拢是人会拄着的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伊袂互恁拄着担当袂起的考验。恁拄着考验的时，一定会甲你开一条出路，互恁忍受下掉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42节真长的车兄弟家己来研读。恳求上帝赏赐阮分条甲血条，也互阮会通伫人生的黑暗的中间看见光，来领受主的保守之恩，互阮活过主，跟对主，得到主的看顾甲医治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